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耶稣对门徒显现，耶稣上天。路加福音24章36节到53节。路加福音24章36节。迄两个门徒在讲这代志的时，耶稣亲身徛伫因中间，对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因也惊也掣，想讲是看到鬼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恁是安怎不安？心内哪会得摇疑？看我的手，我的骹，确实是我。恁望就知，因为鬼无骨无肉，望看觅咧，我拢有。”伊讲了，就将伊的骹甲手伸互因看。因欢喜甲毋敢相信，要感觉奇怪的时，耶稣问因：“恁遮有啥物通食无？”因摕一尾烘好的鱼互伊，伊就伫因的面前接去食。后来耶稣甲因讲：“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，以及诗篇记载关系我的代志，一定着应验。这话我要甲恁做伙时，已经有甲恁讲啦。”耶稣就开因的心窍，互因明白圣经，对因讲：“圣经有安尼记载，基督着受苦难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搁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，来得到赦罪的道理，对耶路撒冷起，传到万国。恁就是这代志的见证人。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予恁，就伫这个城听候，到恁得到对顶面来的能力。”耶稣带因出去，一直到伯大尼，然后举双手甲因祝福。伊伫甲因祝福的时，离开因，受接上天。因就甲伊拜，然后欢欢喜喜返去耶路撒冷，继续伫圣殿称赞上帝。默想，耶稣已经过活，对门徒显现的时阵，门徒煞是真惊遐戆影。因为门徒掠准家己是看到耶稣的鬼魂，毋过就伫即时，耶稣对门徒展示伊的身躯，而且当因的面，食门徒所予伊的食物。对这，咱通知影基督信仰所讲的国活是身躯的国活，也因为圣神予耶稣国活，咱持守信仰的基督徒也要甲基督同齐国活。基督国活带予基督徒一个新的世代的开始。基督用伊的国活显明伊的权柄赢过世间所有的权柄。同时，基督也对门徒解说讲，所有伫圣经的话拢要应验，这是伫旧约中上帝应允的实现，互所有信伊的人拢通因为基督的国活所犯的罪得到赦免，得到新的生命。对安尼，所有的基督徒嘛拢有份伫上帝拯救世界的行动。诚侪耶稣国活的见证人，对耶路撒冷传到万邦。即款的任务确实是真沉重，毋过耶稣也应允所有份伫即个使命的基督徒，拢通得到对天顶来的开力，也就是圣神的开力。即款的开力会互所有的基督徒拢通有份伫即款的使命。咱敢嘛参与伫即个中间啊？愿咱做伙来成做耶稣基督国活的见证人，成做互人甲上帝好好的使者。咱三脚来祈祷，
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已经过我，你的过我带予阮生命极大的愿望。感谢你遮尔啊疼阮，为阮的罪付代价。阮也愿意回应你的疼，有份伫你继续拯救世间的使命。愿你也差遣圣神成做阮的帮衬，互阮通借圣神的气力，帮助世间人来甲你和好。愿你着甲阮伫地，互阮伫到地极为你做国外的见证。安尼祈祷是奉靠已经过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